就是你爱练袂安怎，你爱想咧，有当时啊想咧会叫袂记一记。只要你啊甲想的人，甲用一个簿仔写起来，哦，写在咱即个名单内底，哦，讲即个人呢，互咱写起，咱就袂记，迄个会当注意着讲，哦啊，即个人我还袂去读的，哦啊，即个我还袂去读的，你想有对呢？ 拢甲即个写起来，啊，每一日呢，拢摕伫咱的袋仔内底，啊，咱较袂晓袂记一记。啊，咱列名单你着爱想，啥物人参我较好，我着先甲写起来。即因为有当时啊，咱要度人呢，有足一种来啦，毋敢要人开嘴讲啊，你参我来拜拜好无？啊，是迄个你参我来求道好无？啊，是迄个。 阮平时呢有佛祖的圣诞，你参我来佛堂参佛祖结一个善缘，好无？其实大人嘛毋甲讲足侪道理，哦，只要你的诚心你家感化，伊看到你迄款热诚的心呢，伊就会参你来求道。但是重点，咱列名单，即个名单你也无写出来。 你会无无渺渺想着讲，我到底要去度啥物人来求道？哦，还是阮兜的厝的啥物人的佫还袂求道的？哦，所以即个足重要。如果咱也无甲名单写出来，咱常常要去找人呢，嘛无方向、无目标。啊，最主要咱会当写起来，就是有一个方向、目标讲。 我就是要去度即个人，啊，即个人会当互你写入你的名单内底呢，伊是做有福报的，伊是做有智慧的。咱爱每工拢爱用迄个念力，拢用念力甲加持。有当时啊，咱无讲呢，伊较平平的，伊就会当来求道呢。啊是咱把名单写起来，放伫咱的佛道顶端。 甲老师讲，甲咱济公老师讲，老师啊，我写即个名单呢，我要度伊来求道。啊，求老师慈悲呢，你着甲加持，会当互我去甲伊讲要来求道呢，伊着要对我来求道。哦，这有迄个作用呢。哦，因为咱讲人力不足，求天助嘛。哦，啊，你个天也较。 咱讲的迄个人较高嘛，值天一倍嘛。上天慈悲也甲咱拨一个机哦，会咱加做好度人的啦。哦，咱加做好度人的。所以呢，咱要列名单上重要。啊，当然第二就爱迄个家庭拜访嘛，吼。第二就是讲，咱爱去，互咱写着的名单，咱如果若歹势甲伊讲，哦，咱会使邀请咱的前辈者，啊，做伙去因兜坐，啊，参伊开讲，参伊聊天，大家的感情吼，又无较坏，有当时啊要讲较好讲，哦，啊，所以父亲就讲，如果 咱的前辈者拢会当互咱邀请做哦，啊，着组长啦、领袖啦，甚至咱的点传师嘛，咱拢会当安排因去找咱的朋友，啊，参伊熟悉，参伊聊天，无吼，咱有当时啊，咱熟悉人有限啊，叫咱要去度人嘛有限，但是借过即个机会，咱会使去广结善缘。人爱讲迄个。 佛道未成，先结善缘。啊，这个善缘足重要。如果你无参与去结这个善缘的话，其实有当时啊，咱来讲吼，有当时啊，足歹入手啦。所以这个广结嘛足重要。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咱会去发觉讲，度人其实毋是遐尔困难，只是咱有对咱。 但拄仔讲你人生的价值有显现出来无？你如果若甲度人救人，
用菜市仔的眼光来看，你会感觉讲啊，毋免啊，大人足歹度的啊，人拢会甲咱讲吼，大人救人会当迄个地府抽名，天堂挂号，咱拢常去互拍牌去的讲，无你迄地府你先去啦，无啊天堂你先去啦，地府无人吼，阮三大车就好啦。迄大人会度甲互公安尼。但是咱袂使互即句话甲咱拍牌，哦，因为伊的因缘还袂到，伊的因缘还袂成熟，咱嘛爱搁不断有耐心去甲伊鼓励啊。袂使因为讲伊甲咱讲哦啊，天堂恁去落，地府阮搭到遮，安尼咱就变无慈悲啊，你敢知？哦，咱就变无慈悲啊呢。啊，所以伫这过程当中，咱会去发觉讲，其实大人救人，只要你肯讲，见着人你就甲讲。像咱的大家长，咱的新元山的祖前人，伊就是安尼，看到人就要甲度，看到人就要甲度，无论啥物人伊看到，只要看到，伊就是要想尽办法甲度来救道。哦，所以呢，开放报活动这个活动就是讲，咱伫爱上，因为咱有当时啊，咱领营组长有哪无有一套的方法，教互咱要怎去度咱的兄弟姊妹。哦，咱讲你去度人哦，但是无教方法啦，所以今仔日甲咱教方法。第一，就是爱列名单。只要你甲名单列出来，那咧咱就有可能去度到迄个来救道。啊，今仔日你也无甲伊的名写伫名单内底，你永远就袂去想着讲哦，我要来度这个人。啊，只要互你写伫名单内底，即个就对啦。咱就有会想尽办法要去甲度来救道，因为安怎？因为即个人的名，互你写着呢，说伊有福报，伊有智慧的人，所以较会当互你写着啊，你着爱个加持。哦，若无的话，但拄仔讲师甲咱讲的，当业力找着咱的时阵，咱要安怎？咱要安怎？所以伫这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度人救人。只是咱的职责，因为咱嘛无是人讲。